家好，我叫小杨。今天呢，我会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关于上礼拜发生的一件蛮严重的事情，就是来自越南的非洲猪瘟走私肉品。这几天我也看了一些新闻，那目前查到是这些猪肉已经散出去21个县市，共有1338个批发商。那这1338个批发商呢，已经流出去了，应该不少个地方。这些地方我们应该也无法想象得出来。对这件事情，对台湾的猪肉有非常大的影响。台湾的餐饮业是很发展，每天需要的猪肉量是很可怕的。那当台湾的猪得到非洲猪瘟的话，那台湾的猪会变少，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当然是台湾猪会变贵，对不对？而且还贵得很夸张，这样会动摇许多餐饮业的根本。那这件事情如果发生了，老板跟消费者应该都哭了。疫情这段期间，有很多东西已经在涨了。前阵子一直下雨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菜变少了，我们现在去买菜还比买肉贵。那这次如果台湾猪肉的市场遇到什么问题，那真的钱一定会变得很薄。我们一个月的薪水可能都花在吃上面。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那为什么他们还会进这些有问题的猪肉进来呢？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，他们也是在越南的一些商店购买，然后再想办法寄来台湾。那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不小心造成台湾的麻烦。他们代购的这些肉品啊，都是我们越南人非常爱吃的东西，比如说香肠、火腿。肉卷或者是月饼这些东西啊，都有独特的味道，只有在越南你才能吃到的味道。对，越南人来台湾，有时候还是会想念家乡的味道嘛。我自己也是，我常常也念说很想回越南去吃香肠，去吃火腿，因为在台湾真的找不到。那如果现在在台湾能找到家乡真正的味道，那当然他们会很爱买。那就是因为需求性很高，所以这些东西才走私进来。顺利的进来第一次，一定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嘛。但是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些肉是有问题的肉，他们只是单纯想做生意而已。现在发生的这么严重的事情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感到自责。对，站在台湾人的立场看呢，一定会有很多的朋友表示说，又是越南。又是越南这4个字真的是非常的负面，我这几天也觉得很难过。这段时间连续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，都来自越南籍，对不对？所以更加深台湾对越南不好的印象。因为好事留不久，但是坏事是永远会记住的。越南语有一句话叫做con sâu nằm dầu nổi canh， 就像中文的一句成语害群之马。反正我们现在把自己做好就好，谁怎么看怎么想就怎么想吧。我只担心我从越南寄过来的生活用品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拿到，现在还是等清关。讲到这件事情，我也多讲一下，就是现在不管是什么东西，从越南寄来台湾是非常的难过。以前呢，就是当天飞，当天清关，可是现在2-3个礼拜也有可能拿不出来。对，那还有在台湾的一些那个越南小吃、越南茶货店，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商店，应该也受到不少的麻烦。反正农委会。卫生局、警察，大家这段时间辛苦了。希望台湾可以控制这次的猪瘟，让台湾的餐饮市场可以稳定下来。对，那小杨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